唔好天平，会引起好朋友，苦下来听故事，假使是爱人斗相困，爱袂含恨做伴。夜公公风凉凉，快把那歌跳一起唱，就爱来细香好金宝贵，爱眼睛爱大表，唔好天平。阿公，超康康的故事很崇拜讲了啊！竟然很多讲要改新的故事呢？冇错，阿公建议托家迄人讲阿先叔和老虎历代出名的仕途，贵人良杀幸福上浅的故事。跳，我就跳，飘飘，跳我就去跳，再有我就我就飘跳。先小妹，因听阿公讲故事，卖插舌好。好。四眼一边一边练，阿七的前头更变练，阿先叔来到比西里七坎，开设进行沙武馆，修真多界门徒，阿坚固心外念，进行沙名声真好，归台湾真多人拢落拜阿先叔做师傅，捌来捌多人。困透连沙啉烧茶，唔知土地就人真得练功夫么？前日迄唔是百姓，就阿夫顶样，古人唔甘难事，好文好武能招铺来。安七好阿信，爱就去看书，上托天显的意见。前日要改事情，就先讲，迄关系进行啥全新的问题。师傅，外头日日界住亲南霸天的人，托请师傅，托和师傅见面。人来请人卡，强将师傅入来。好，有就人屁得上啊，托到头屁切。阿信爱好字，人卡来较紧汤叉来。嘿，钱人。师傅请饮茶。阿先生，我一家小改，我请南霸天将亲，将师傅救养台命，唔知来贡献进行啥深流庙，就要该指教嘛。阿先生，我建议切托了条件险，将师傅唔知现未出不该托了条件流庙，民间真多人讲这故事。个要个分门客，个每个两费客，且认为西里七坎就显阿先数，条件我见到就意思，决定我调到就给答，显上头条件爱大牌爱，就意思嘛就给答嘛，当然就大牌显我这边条出名的人，留后清霸全台湾。我样迄要死得真歹样，阿信，爱滴爱点点爱点点。阿先生，反攻迄年岁大，但嘛变势力啊，唔敢接受我南霸天的条件嘛。杨师傅莫用爱着两高险，真好。阿虎甲变落去，阿信。
爱点点，爱点点。阿父，献地甲人比武，我分出咯，土地地。杨师傅，等爱土地老虎喊献比武嘛，俺爱杨庆先打牌献啊土地，过来将打牌献来嘛。杨师傅抢，好。老虎七剑南八天，杨庆七困凶猛。老虎相处真紧，杨庆大妹将太发心体咯。唔上地，卖相爱打。可恶，我去魔神大妹出现，杨坤好。我唔出手哦，我娘连武当都不都插麦啊！爱地，爱打，好，爱打，爱个打，好。杨师傅，功夫每每赢一地，少年人人讲名师出国土，确实冇错。爱杨庆是啊，杨师傅很熬安冷阿信啊，今日啊就要该交代，提日贴出上招的杨师傅，好，我临时贴队。感谢阿先生献杨子地爱就内上，杨师傅neu妙探破地技术，贴花让献七困的死，七感觉献就内上，哈哈哈哈哈！阿先生，爱真见迄时献是都真搭地，南迄杨师傅就内上，爱土地老虎是真难将献啊！哈哈哈哈！阿先生。很真谦虚啊！我日天不过了侵险比武，阿父替师傅算银卡，嘿，将师傅抢。今日啊，现替我脱讲的，迄要该事情晓。阿信爱练习就啊，上头深入该接班人，接真行沙接入应人。今日啊。很上头抬起来啊！冇错，爱练习多啊，该用得少年人发挥。今日啊，很袂安详吼，迄个心内就加入接入应人吼。啊，迄托得年啥做迄个接班人，爱迄上托得老虎接种接入，做爱接班人。爱上来上开，爱几条合，无论迄功夫文好，爱艺术。现高贵突牵都好都真袂啊！毋过爱直接讲得老虎接入，做爱接班人，强就的门徒无欢喜啊！所以我打算欺骗一届，进行沙武馆内部的比试，老虎就发图奖，按门徒大家去心服口服啊！吼吼。我这个阿公好像阿叔叔，阿公技术不错呀。
是爱教要改帮，教迄日支后帮啊！第七招，阿公，阿先输读欺骗比武太妃，万一老夫若是同样子，处地在阿先师的心脏，造成因天老夫迄几个接班人，鬼要欺骗比武，切脱在门徒太家，伫阿先师做人更偏。是讲啊，阿先输上脱干招，不种面信几个想法，安尼真好。所以佫将要得太家险做阿先输。俺让下面太阳后较差不多。阿公，现较紧佫讲比武的故事。阿公这要靠等下迄困下，暂佫讲故事。爱泡茶的是更啉。好。真七，较犀利的，较积极的。风是的，替我长老母年下也真捌，无几日会现得到。风现到地发现不该事情，初丧感染症。好啊！你讲起来事真爽，茶日暗夜，爱开啉真太甲啉酒啉了，摕日包较暗脱角色，前武下的师母，太桥王的武教，好天你撞起来。较暗脱色的物件，每种啊电色酒，七点爱脱英文的师母，武教杀工的熬刀，抢爱较暗脱色的物件。我叫现经验甘熬爱，我七马电死。叫怎么熬现，无错。嘿嘿嘿，现得叫熬母牛冒出来求现吗？是母牛唔伫招开了咪？哦，风是你爱敷衍错好。露台，母牛来啊！母牛。现到底招开咪，规年拢无人出现。老太现要交代我，去寻做好的武器。错好，我初上拢填平了。母牛，武器呢？切了超级步连球。干伤太了。有力了。下礼拜日天武呢？哎呦，真气！老太现无见吼，坑这比开啊较紧，算爱开平院啊，别说。爱插林虎啊！阿公，我上头听少年演响老夫的故事。是讲
啊，先事每日归天，爱先好本，长好母嘛。俺偷偷接班的人，唔系干那比武天。当然唔系，得比武真浅，屠杀那通过文化的考试。俺一天真多人考没考，小姐你不可能通过。臭皮猴现长没通过，阿公文好就叫该通过。能正常了解人通过文化的考试。老夫嘛就通过，比武后练过习惯，过落去挑梅争决赛。你们就老夫老创坤，掠两沙连将西创的选手。来拼挑梅的总决赛，这样的人切礼拜比武的总冠军，太叔兄败后，冲坤输铁枪，好！老虎含刘冲坤，两沙得比武创展开对决，金面坤对上金面坤。远看的昆路，空中的礁石，势均力敌，难分上下。得分挑赢的主人，真可能力冲的对决。哦，将啦，你困将啦！主人啊，现赢了夫不将么？啊，新现供赢吃不地。廖冲坤两沙抢对抢，两个无时无将。廖夫发现廖冲坤动招的师傅，就扛汤。廖夫拳头随转过去，拳脱马鬼的片头2、3寸。啊！输体新娘啊！钱啊，阿夫将啊！救兄太叔兄，救兄太叔兄，太叔兄，好家在现甲困，无真见对外面装路。书上提比武点错7号，上错人7唔换，无唔错。师傅，冲困现的金延坤虽然真猛，不过欠电木光没手，坑门上道切现失败的眼睛。多谢师傅教导，徒弟不过较认真，欠电未改进。老夫礼拜现是真心沙文武考试得出头点，师傅希望现带建议起，台里爱管理真心沙武馆，爱教曾书体，搁接批地方来讨教武术的先进。俩师傅徒弟文武无几杯。强不得师傅现失望啊！阿父啊，反讲现相同样现的师傅，实都干了啊！也有突然甲个掉落铁罐的人上马遐。是啊，太师兄，不准代替师傅接受外面的人落挑战，迄真公平的。爱人输上体，也能无天现。输上体啊，迄人讲错唔错啊？错啊，错啊！是啊，是啊！哦，阿父啊！上尾初现引起干伤亡，大家拢支持现，希望徒弟莫得师傅失望啊！小姐，我命令你，从现在起，天天把我处处相救。明显的戇晓跳啦！是讲了夫功夫反真健干厉害，我真系厉害，做出发财后变态好野人。因为迄人背上天的派人主，礼拜23要背上天堂也唔知啦。无鸟发球，无鸟嘿。
卖个飞起来，露台卖个太较紧发球，耶稣！杨显因输干太了的玻璃球，七弟显因礼拜一天不死，梦错。让爱万秋之王太骄王，一太早无救，救左后会。发财后，现荷兰后人也冇路证。让爱得了三上提一太七招，超级天破牛高峰，好！我的新英主超级玻璃球，好！后一集也是要介新社事情发生的，像个受让廖文虎不妥戏，事后金宝贝现出不地。大家好爱卡秀菜，双级的米菜，油椒毛手，油山毛柳，青蛙专设风烧酒，电烧一整串。答案千问，唔知现就错么？今年国得大家就一介米菜，封面将军色土三分，太细细，两下爱自信。就一种普通死得种的米片，因后一集张国公答案甘车如辣。太好。